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因为高龄化甲少子化，台湾的农村慢慢凋零，刷落来路要安怎行才好呢？40年前，台湾农业的就业人数有160万人，到即摆剩56万人。青壮年人口刷到都市就业，无愿意来做农，农村嘛真欠骹手。为着要来解决着欠工的问题，土城有一群青年农民来成立农机互助合作社，像种稻啊、种菜、种茶米等等，无共农作物的社员，因会互相来放伴，去甲对方斗骹手。种植的技师嘛会借互对方来使用，大大来节省着农家的经费，嘛来提悬着生产的效能。安尼合作平台嘛加强青年农民串联，鼓舞着少年人加入着做农，培养更较侪台湾农业的新力量。先早，来，请注意一下哈。那我们今天是编排的教育训练的科目，主要是以割草机跟下雨天能够做的。地瓜梨啊，穿雨满，3名学员徛几排，真专心，听从教官的指示。热天的透早，天气无好，又搁热，翕一点仔拢无轻松。这毋是军事训练，而是来自全台湾首创的桃园农机合作合作社，唔惊风雨，学习机械操作的课程。这是我们割草的一个标准配备，你要记得你的防身围裙，还有你的护目镜。好，为什么要你们一定要装这一些标准配备？在夏季的时候可能会感觉比较闷热，因为我们所使用的是牛筋绳。当你在割的时候，它的石头或者是其他异物很容易因为我们割的时候会飞溅起来，所以先请你们保护好自己。对机械构造到如何发动，教官上课每一个细节拢交代甲真详细。因为操作农业机具并不是军生笑的，这个过程无注意，就有可能碰毁重伤。了解基础了后，这学员分头岔开去实际操作。那现在这个它是在开钩组、开钩刀，所以它比较适合做开钩的作用。哦，好，它跟你们原本大台那一台不一样，这台没有办法开很深。好。有的学员的动作客客，不是真熟练，头一次操作，连挂草机拢无啥晓拍，只有互相提点帮忙，慢慢啊上手，总算伫机械启动的即刻，好天啊，大雨总算停啊。太长不好用，太长还会拖不到。爱土地无分男女，嘛无分年龄，合作社成员对24岁到57岁拢有，因同款拢是真热心热情。今年24岁邱浩仪，伊是合作社上少年的，才加入1个月，对经贸零件、维修机具开始学习。台东专科学校园艺科大毕业的伊，因为这个机会加入合作社，即马对着农场煮种水稻啊，愈做愈有心得。这就跟以前做的那种，就是去学人家的 SOP 这样，像机器一样去操作不一样。你要自己去思考。对我来说是比较放松、比较轻松的态度。那我可以专心的去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把事情做完了以后，要下班之前回头一看，原来我做了这些东西，还蛮有成就感。对。清河的大体6个尾仔内面，双脚非常重，每一步前进拢无容易。在学员当中，特别显目的是加入合作社，这4个月，今年36岁温佩璇，伊第一次上课，拢无学过中经机，不过看起来是计细杂少。不过这机械咧，该整甲规个人是摇嗨嗨，伊伫加这机器看好眼，表情真坚定，慢慢啊向前行。拄着6个妹仔甲机器起调咧袂叮当，其他资深的学员赶紧我来帮忙，助伊渡过难关，会当实际操作用来整地中经机，伊是露出满意的笑容，看伫产业愈中好格的模样，你一定想袂到，伊会顶一份的工作其实是新娘秘书。新娘秘书这个工作并不是一个很长久的工作，对。
就是其实他是不够生活的。我是爷爷务农，可是我爸爸妈妈并没有务农，所以我是新屋人，是水稻很多的地方，可是我没有走过田埂，也没有下田插秧过。那我是因为在念观光休闲系，然后老师介绍我去农会约聘之后，我在推广，我是推广的农事指导员，我才知道哦，原来农业是这样子类型的工作。当时假日做新娘秘书，平日伫农会上班，就算后来读休闲农业，推广实农教育，不过伊嘛捌劳产亲手做。一直到家结婚嫁予农家子弟，才互伊下定决心，开始学习农经。合作社的好处就是，我们每半年会轮工，会轮调，所以我这半年可能在有机蔬菜，我下半年可能会在茶叶，在下半年可能会在不同稻米会有不同的面向，广度都不一样。对，学到东西比较多啊，对啊，因为像我们家种牧草的，我们都是大型机具啊，可是我现在在有机农场，我学到的就是小型机具的使用啊。今年42岁合作社班长施颖汉对电脑维修工程师重练专业，加入合作社一冬，工作场所对办公室转换到菜园，伊规工拢在挑战新的 idea， 好菜会当生了更加好。一开始是蛮硬的，感觉上，因为之前都没有从事过这个。那其实过了一开始适应期之后，习惯也就还好。以薪资来讲的话，他这边因为他这个团会随着你考试过，会慢慢往上调。那其实我是觉得还 OK。在台湾农作有用甲无用的时阵，对人力的需求的差异是非常大，要当找到配合的大经业者嘛非常无简单。农机合作合作社是由一群讨厌的青农，在2018年4月所成立的。因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农业缺工的难题，由种水稻啊、地叶、蔬菜才无共农作物的社员提供农机、农忙时期内彼此的机构甲人力会当互相支援，进行组合甲分工，有效提升生产效能，努力抵抗缺工。因为农具它其实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其实每一个在购买的时候都会比较担心，你担心你的使用率如果不够的话，它的耗损以及它的折旧会没有办法回收。那你一直购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机器永远少一台，少哪一台就是少别人家那一台。好，所以我们就好，那既然少别人家那一台，我们就做一个产业的整合，让其他人所有的机具也可以跟你进行一个互调的时候，可以直接把你的操作成本降低下来。合作社的总教官吴先富已经收购已经超过20档，伊深刻了解务农的资金限制，不是普通人负担得起的。像这台红色的割草机，单这车体就要200万；凊彩一台割稻机350万，一台插芽机30万，可能还要加买700多万的车来运载。嘛会开上数百万打造厂房来安置这机构。相对来讲，若是用做的方式的，每工成本大约是1万左右，解决经济问题，农家唔免排到大笔的经济压力。我们学员的部分有分成2个阶段来做训练，第一个是基础训，第二个才是进阶训。基础训的话，会让所有学员在所有机具有一个概念，跑一圈之后，再从中间挑出他们适合的机具来做专精训练。所以其实第一阶段的时候会让你有概念，但是到第2阶段的时候才会真正的熟悉跟实务操作这样子。机械甲人力互相流通，合作社嘛辅导有兴趣做农的新学员加入，完成训练了后，由合作社派工。根据行政院主计处的数据，1978年台湾的农业就业人数是160万人，到2018年只剩56.1万人。根据农委会上新的统计，全台湾的农业缺工是20.1万人次，其中中部缺工上严重，是11.2万人次，南部是缺工6.5万人次。北部甲东部是各缺1万多人次，高龄化加上少子化的冲击，青壮年以及都市就业已经不足维持台湾整体生产的人力需求，才会让合作团应运而生。工作同仁来说的话呢，薪资可以在农务市的水准最多可以成长8000元。
大概可以在1年之内左右达到，他的薪资可以跳8000元。我想这是一般的产业目前加薪还没有加那么多的我们这边的那个基本薪资大概我们是以年薪来计算，1年大概会有43万左右的年薪的水准啦。所以让这些工作同仁先来学，也先来做，就是他也不用先投资钱。像我过去本身我是转行进来做这个农业的部分，我在还没有赚到1毛钱之前，我就投资了数百万元在我的农场里面，在我的所有的生产设施里面。那我们希望现在新进农业人，只要他有心经营农业，他不要一开始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些还看不到回收的投资，先把基础打好来。合作社干部陈玲忠4年前，伊决定放弃媒体工作，投入农业。对伊来讲，加入合作社其实是袂歹的选择。农工薪水主要是由农场支付，部分则个由政府补助。都像一般的公司做了好，卖当就有考试升迁。升迁的那个制度就是说，我们每一季会有个考核，那我们很严谨，会有个考核表你第1季有几个工作项目必须要达到我们的产业别有这个水稻类的然后还有杂粮，还有这个蔬菜、花卉以及种苗，还有特作像茶叶、仙草等等的，要把这所有的产业都考核完成的话，要通过15次的考核。15次的考核，那整个考核通过之后，我们会颁发他一个叫农务师的一个证书那在中间的过程中，只要通过2次考核，我们就会颁发一个农务士的一个工作证书了那现在应聘进来的这些同仁呢，叫做农务员。从需要技术的到不需要技术的，那总共有5种类型。那这5大类的人力团，目前招募的情形是全国大概有91团，那分布在全国各地缺工的地区。那目前参与的人力大概有2000人左右。农委会在2018年扩大办理农业人力团了后，团数、招募的人数、到服务农场的次数，拢是倍数成长。像技术团针对南部高远派工，更新团解决中部蔬菜区的缺工。产业专业团辅导地方甲畜牧业，嘛互外籍移工加入补充人力。未来嘛扩大成立，亲像农机合作合作社机械代工团。花一些时间在看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做以前在做过的事情，对，那看能不能用在自己的农场或者是这边的农场上面，对，就是有一些改变这样子。这份我觉得这持续做下去应该是就是我要的目标这样子。就是来这个合作社以后，有发现说其实可以往很多方向去尝试，对啊。然后我是想说，我可能先预计个几年的时间，然后我在这边大家有缺工的时候互相帮忙，那我也去多学一些，对，那之后要考虑说看要怎么样，我再计划。现在的话就慢慢学，就先不要想那么多这样。愈来愈多青年世代像因同款，愿意投入农业，承受风吹日晒，就算南雨嘛不要紧。青农的串联甲合作，为台湾农业写下历史，嘛开启机械人力互用新模式，热爱土地，心怀梦想，因当展开活化家乡甲抢救农田的艰困战役。